来继续来看美国的最高法院裁定，川普的关税违反着宪法。不过台北股市无咧惊，今仔日也是开出着红盘，而且一开盘就大起将近400点，盘中甚至起将近600点，冲破着34200点，创下着历史上悬的纪录。上尾也是起167点，以33773点来收盘。 盘面红讲讲，台股继续冲，台股休11天后开市，开盘开伫咧33663点，早起10点外左右，指数来到34212点，大起超过600点。摕到开港的大红包，股民是欢喜不断。今天的开盘的预估量有一些高。 因为预估量来到这个1兆2，这个行情如果尾盘它并没有收下来，可以维持在开盘这样的气势的话，那我认为其实接下来几天的这个行情应该还会持续蛮热络的。台积电开盘开伫咧1009块，小看65块，严格是回档的开价走悬，盘中上悬来到1935块。 严格面对多变的世界局势，尤其是川普对顶关税，去互美国最高法院判违法，这对台股会造成什么款的影响？我们台湾其实在这个年前已经先跟他们谈好的这个协议，我认为如果我们没有退出协议的话，公司的基本面来讲，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影响。面对关税议题，企业是要安怎应应？ 宏基集团的创办人施金营是安尼讲：台湾的文化速度跟弹性是它特有的，韧性也很够，所以我想不管怎么变化，台湾一定会更好。每天都会有新的变化，那我们就是密切观察，在里头做最好的因应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提到的是，第一个是我们公司有韧性，第二是我们供应链要有韧性。施金营讲，对台湾的产业有信心。 严格其他，包括着传统产业等等，会有偌济憧憬。相关供应链是要安怎因应甲布局，各需要观察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